1、2、3。琴瑟和鸣哎，是情色，不是情色哦。情色，不是情色，不是情色啦。颁检查，因为上会浪费很多亿。没颁检查啊，看张伯谦的亲检查，我也没有打头啊。我偏喜欢啊。是打中的吗？哎，是打中的。懂了吧？而家伊系辣椒哦，听说会拌最辣的辣妹咯，是看。我一直不是走辣路线，不是走辣妹哦。Hello， 各位天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还有所有现场嘅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分享纾困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哎，做白聽。今日呢，東歡喜來到我嘅主場啊！你講東歡喜係咩主場？係啊，我嘅都市，這係我嘅故鄉苗栗。苗栗嘅好山好水呢，客家最重要嘅就係有好料理，都係來自同針對嘅人才哦。今日和來賓咪係來自苗栗市啊，亦咪嘅好朋友啊，談講嘅認識了。唔錯，唔過你有呢個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馬上先來分享到盧尊彬啊，尊彬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盧師傅你好，還有吼苗栗菜體界哦，李志亮李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志亮。阿亮哥你好。哎，志亮師傅懂用心誒哈，係啊，是呢貴族型衫誒。我還以為說劉海的部分。而且變得很文青呢。哎呦，冉冉呢，廚師界文青呢。哎，與我，佢本身係走這個糕點出身的啊。好啦，上一季已經強調過，都點下喊忙死到，忙死到啊！好，馬上嚟分享到今日潛水站嘅風水呢，誒，正義人係當謠言，係頭擺到高飛家係牧師嘅爸爸。哦，嚟分享到風水嘅何春木、何李總，客家嘅實力記。歡迎歡迎。歡迎。接下來嗬，咱除咗紹介到係上一季要來到呢個節目個，我哋一下移情別戀轉移到我嘅戰隊咯。歡迎青雲進到榮明玉，歡迎表姐妹。好。哎，尹珍姐真係懂用冇看到哎。係啊，哎，伊哋下喊考到嘛個素食證照、廚師證照哈。好，掌聲鼓勵一下。可以到亞博嘅嗎？亞博嘅。去年就考到。好啦，分享到藝風水，啊叫冇看到何李總，係啊李總太太嗬。人太了。人太，叫人家就叫硬後生啊你。我係夾咯。講到苗栗市，人家就會推薦嘛嘅。將軍山有將軍山廚師城嘅客家料理係以好食啦，哎。唔過你何李總太保守了。就我所知，苗栗客家有個當好食的，就係合家料理最好吃。因為佢自家做嘅菜就當好食，錯嘛？咩南大人都怪就做白老鼠啦。其實你都會做料理。老公鋪係老公都做菜啊？當然啦。哇，好幸福哦，秀麗姐。你一家之主咩？哈。係啊，一家之主啊，等一下真係好好品嘗看啊。好，除了個將軍山之外，還有埋個好高好食做啲推薦俾大家啲嘅。哦，也苗栗市目前較豐年，人潮較多嘅公維樹隧道。公維樹隧道，你東站道誒，幾條啊喲？好多年行過有拜嘅寶茶，本人哋嘅走向上面嘅。我身為苗栗人，一定要幫大家推薦一下。來，相信大家應該有食過嘅，都嘅苗上附近呢有一個阿珍伯嘅古早味嘅料理，睇下有食過冇？有冇？可能有。係咩你推薦呢？誒，對。幾經營幾久嘅啊？哦，經營60、70年了，都夾爸爸暑假就開始經營。哇！已經到第二胎嘅。60、70年咧。誒，對，我哋細細讀國中家哦。行後門嘛，苗上嗰邊，喺父親做客運進同咯。我見過嘅一定要買一條我練來食。所以佢讓下要辦到嘅鐵路大廈係咩？寶茶龍大廈錯冇？廣東嘅東西東藥誒，今日要帶來冇？這個冇啊！係啦，講，但是排隊美食，我自家去排隊，真有感覺啊！好，真的是那種銅板美食。所以航白走在去嘛個阿正博古早味美走在去公維旭隧道，我兩個結合一日行程。我唔錯，故說呢，來苗栗都帶新馬嘅舊馬嘅 Moon and Lee 全部猜天然就抵嘅。好，稍稍就會來進行今嘅比賽咯。料理風玉蛋，涼脆會用現過嘅方式，結聽主要食材，沙頓完成自天愛做嘅料理。啲料之前唔啲會觸到馬街食材嘅情況底下，
凉水会引你太紧张，乱粉粉毛。还有凉水无除到嘅食材，你會由主廚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化出乜介想唔到嘅料理呢？最刺激、最神奇嘅比賽馬上開始了！好啦，雖然年頭前呢看到有3粒燈呢，可能觀眾朋友又開始在團呢，都太緊本嘢，啲都講嘅係乜嘅？係啦，會緊張嗎？唔會啦。那我一直在想說，會不會有一天哈，製作單位出一個打開乜嘅啲都冇誒？空氣料理，國王料理，哎，對對。因為你下規個風槍燈要改變。因為體積貴啊，手動買個煮馬蓋，不過3隻燈呢就寸一隻嘛，哈。對。剩的那個廚師自負責。啊，不過之前搞他就會最後的色彩就問廚師拿去。不是，今天要看我們紅隊的運氣了。好，先來公鋪吹四下。好，今天我哋做係3杯馬牛卵。啊，3杯皮蛋哦。好，風吹老藍吹先派出一個代表來，我們來猜拳一下，看看馬啥的先。好，馬誰比較很潤？好，我們派我們一家之主。好，我派我們素食證照廚師。好，剪刀石頭布哦，好，來，剪刀石頭布。哎呦，剪刀石頭布。哎呦，哎呦，剪，來，不是用手頭嘅，這是寂寞嘅係嘛？寂寞嘅，有默契。對啊，好，剪刀石頭布。哦，啊，這應先咯，先咯，我會請這。紅色好啊，好，紅色，來啦，我按用哎呀，到別人打開。好，那我們請兄弟幾人打開哈？按用開哦哈。1、2、3，哇！用你啦！這是恐龍蛋呢？沒啦，該拍的當我又寫了，我寫了，媽卵啦哈。唔怕，兄弟姐，看我選哪隻盒的，哪隻蛋呢？我選黃色的。黃色啊，不搶，是地雷哦。黃色，好，係哦，黃色，1、2、3會代表高貴嘛？哦，1、2、3，皇帝的顏色。對，來1、2、3，貴公的高貴。我跟你說，這是白雪公主才有的，白雪公主的令歌。莎莎都看一下，蘇媽的臉渣，很美還好聽哦，會不會更低？難過的人是誰？這要幫你出的題目。等一下，你嘅 OK 啦，你自己。等下，阿亮給我起價打開了好冇？該不會是蛋糕吧？椰肉糕。好，用不？看一下3杯嘛，該起價打開了。飛鼠腸。1、2、3，哇！你們這那個會那個扭扭，那個會扭扭啦，那個不行。我跟你說，兩個嗓子對男生很不。哦，你家裡挑。你也是會在這裡。阿姐，2美剛好紅，你是不是覺得抽到那個反而比較好？對呀，還是很 lucky 吧。好了，等一下體罐長了款式服有慢處理。我咬住了。唔怕，怎麼有辦法？等一下，梁祝圈就60秒改初次成熟，挨個事件做得。走得啦，走得，馬上出嚟金行體育館比賽咯。好了，馬上出嚟金行亞館嘅料理鳳綠蛋，唔過呢，這個魔王食材好的，冇到藍吹咩，冇到風吹，想問一下風吹有信心冇？有。哦，安排上哦，超有精神，你下談看一下藍吹吼，有信心冇？有。好，兩組都已經去到一個備戰位置咧，馬上就嚟金行比賽，比賽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開始哦，請開始。來。好了，來，好來，我天哪，我有陰影呢。這個畫面比較好看啦。哇，這畫面好美。這個畫面有菩提。琴瑟和鳴哎。是情色，美情色哦。情色。不是情色啦，情色。哦，情色啦，情色。喂，講下清楚啲位啦。哦。青蘋果啊，有慢處理啊，有到種沙拉冇啊？咩？哎，你已經上好勢咧，已經對策咧，你不用做數哦。哎呀，他聰明呢，唔係他聰明，因為他演到哦。哎呦，你按佢講法。你讓爸爸攞朋友誒。
哦，啊，某事先不你两沙晒恩爱一下啦哈。哦，我先你看一下冷水。好，先不打扰，洞房送入洞房，夫妻相拜。哦，先杀过哈。对，甲做个定时啦，因为个地方乱放摇啊。啊，不记前面还冷水。哦，还好平摊哈。对，很厉害哦。咩啊？尹生前今日来听一摆。带着两个节目的看下来，对，不去体验一下啦，体验一下。啊，送拜去参加过后，来你宣传一下嘛？有啊。那你要跑一样吗？稍微跑一下，跑先打小的先。啊，等一下那片会用到初次天书爱吗？应该不是吧？哦，你本身是师傅啊，厉害的。你看起来高兴哎。打100圈到佛光山走时哈。对，没有你粉笔。没啊，尹正姐，你按不做我本地会本面用几种。啊，用一把等下养一把钱掉用本啊。对啊，我本地还有讲我本地啊。哎呀，钱的部分继续让讲好了吗？他跟你讲没钱？没有讲。哦，人家就先摸下，啊，就看下几道边的公婆用办哈。哇，够款哦！懂厉害耶，好多懂奖哎。用铺盖水这个水是唔会走体咧。啊，香粉咪唔会走体。来，我来问秀丽姐，秀丽姐，金融时啊哈，我现在加本护理中系因为佢懂我主身吗？对。也系只会吹重追。没有。他有在听哦。懂厉害哦。讲到假先。哎呀，我买最法嘛，我买最法嘛。你懂下不鸟。我懂一下的呀。不卡有住嘛？特别没给住，特别都给住，考教就好。我考教我唔能，我还是负责洗碗。洗碗呢，很幸福哦。我嘅唱恁个系主角哦，你咪总得挺少啊。咩？何李总，等下最杯面你有冇来过文笔有一些擦金毛？可以啦，因为有100啊。最高门係240度。係啊。因為其他冇鬆唔鬆嘅問題啊。哦，唔係講揸到五鐵就當快可能。揸到五鐵了。哎呀，看不出來，因為3杯之後都是無的。哎呦。對。搬檢渣，你們係講我浪費按多餘。你搬檢渣啊？看張伯謙係清檢渣，我也冇感覺了。我變起風啊！看不出來，因為3杯之後都是無的。沒有。對，看不出來。哎呀，看唔出來哦。我哋唔同講，我係咩唔點用過。阿公，你有想講等下那篇用到初次天數愛60秒嗎？以後暫時忙開啦，以後先。他在老婆面前要展現男人的魅力，是不會讓別的男人來插手的。你注意聽啊！你睇下群佢咧凍好線呢。哎呀，幾好幫。做啲蛋上就加敷條粉呢。因為加卵落去就加當漿誒。哦，加下就加卵哦。有啦。加啲味道嘅粉要加埋卵啊。麵粉同卵啊。哦。OK， 我們這賢內助已經攞下處理後生，看以後誒，來繼續享受夫妻嘅時光。好，等下咋個咧？做咩啊？好。你要做男用拿，東東拜拜。唔係強強啦。哦，有哦。你阿馬倫用可以來動槍扶球誒，而家真係有陰影，動槍扶球誒。搬檢渣，你們係想唔會浪費按多餘？要個款係嘛？搬檢渣，唔係搬檢渣啊，看張伯謙係清檢渣。沒有，哇，有沒有哇？哎呦，讓一半的哈。你有太火對嗎？有太火咧。哦，辣椒先落去哈。哦，先炒料哈。對，米酒，先米酒，還有油。好，你這邊好了，我們去那邊夠可以還有我們要上菜了哦。來，油桶。哦，有，是砂糖。哦，我吃蜜桃哦。你不要，你現在甜蜜蜜就加那麼多糖。哎呀，紅白加湯做啲加到肉肚吼，先炒不見香。米酒。呢啲咪係先炒料哦。
哦，安尼做得。哦，水妹酱落去哦。老兄，做的。哇。干公做的什么都好吃，干公做什么料理都是疼惜孙女。哦，等下认干公了。好，做球。安排谁哦？好了。好嘞。等一下哈，现在不用一天就下去了。绍兴酒。哦，鸭酒嘿啊，鸭酒。哦，欢迎绍兴酒。哦，鸭。龙柱圈酒，吃米多记得。味道试试看。好，干咬咬，大家差不多了。哎，你觉得倒数了？好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吃看那两木卡的好米食了。耶！啊，忙开始生呢，就比头给种香米啊，因为三比六的料理过后，其实不管主食材系乜嘅。米头显出来，最主要哈，色香味、味道部分、颜色的部分都顾到。用这个摆盘去动容性哦。我还是要老评审讲一下，越南的食材做的主料后生，那就是真的厉害。哦，来吃吃看呐，来，红队的料理。不，你动过的体态呢？还香哦。哎呀，都看唔出来係另個。可以撈到番薯啊嘛。基本安尼。係啊，一般人咩唔愛用做。哎呀，你看我想出來啥呢？係啦，好，你來吃吃看啊，好。好對。冇用過另個做樣用做呢？以後是因為頭哥哥有另個難睇咧。各位，你們給我們的是青蘋果也好，酸酸的。係啊。但係唐哥那啲風水嘅感覺，你滿意嗎？還忙是做到好多東西。對嘅，整嘢都在做咯。最主要係要果粉，嗰種果粉要捉到醬料啊。介行你手到了搶另個嘅，實際上講係功效嘅，結果好鮮呢。小弟自己有滿意嗎？滿意，還滿意啊。真要來做了，來吃看啊，一樣價值的哈。好啊。咱最吃到咧，幾多種樣辦？因為我雖然有黏黏，明有節咧，你吃到咧？羊拌後生。就好吃啦，就好吃啦，清好吃，安全家宝，哎，好吃到就是正好吃。好吃啊，之後因為啲都酸酸，而且另個不然撈到青蘋果有冇？剛剛唔過葡高高香咧，整件啲都係軟軟咧。我講嘅米做好。對，真的。好，那兩下完食一下，咱水做嘅馬卵。好。哦，嘅比卵哦，外邊嘅軟嘅部分哦，鋪到肉上嘅。鋪豬皮上咯，有那種酥酥軟軟，很細枝。怎麼講？我知道嘞。有黏味。雪梨警車嘞，有黏味，有黏味的，佢但叫安尼當好食。不錯，我們覺得不錯。係啊，果然係有考過嘛，在錘師傅證照的哈。自己按落一下。哦。也係下酒菜啦，有冇？幫酒啊，比如加清好啊，咩啊？見到有較實一些，熟較早的喂。你幫盤啊，幫酒當好食啦。對，係啊。明月姐，王姨講咧，總得贊成講好食咯。然後看下認真姐等於當為主。你咪提出咗動好啊，要互相合作，將會安好嘛，吼。不過我有一個問題。乜嘅？家下要不用鹽嗎？一時時咧，盡量咪不用鹽，因為係鹹嗎？要偷油，因為幾號你唔煮啦？我要幫煮誒，法國菜啦，法國料理幫煮咯，了解咧。好啦，馬上呢就要到緊張嘅時節咯。既然係比賽呢，還要來打分數一下。阿炳師傅董兄有一點兩難了哈，你站在哪裡就選哪邊站吧。那你站過來一點。沒有啦，沒有啦。好了，阿炳師傅搶分數。哦。剛才就躺着哦，去到哪一篇是先哪一篇哦。沒有，公平公正。兩個王一咯，搶分數。哦。好來，阿炳師傅講一個套利分家都談一下。咁本來講誒，睇下本身成功睇咧。真見聽下。佢要一定因為本來咧係學皮蛋麥牛卵，佢本身是要鹹嘅，所以咧係上加嘅調油啊咧都要好注意，可能就唔會加鹽啊。電動煙嘅湯可能好少一啲啲，聽到要俾人啲湯好多啲，咁乾甜嘅梅頭啊，就提前出本來是凍香嚟啦，後主要嗰啲多隻湯要甜梅有嘅。
阿你用个原因？也三 B 的东西啊，本来就要较早水，所以两边拢冻色啦。哦。所以要分数较难打。啊，我要先叶片迄边呢，也恁个吼，早高的叔叔嘛，落去煮香酒的。 变成软体嘞，人家个米吃嚼落去也算软体嘞。那就看你要吃味道还是要吃酥啊。等一下来讲酥，又讲来磨米烤。也應該一樣嘅做，也應該一樣將料就全部調好嘅，熟到差唔多以後，拎個就落去睇火見翻炒。哦，安樣做得啦吼，可能又都調香的啦。美中不足，美中又美啦，美在這邊又美。 好啦，唔過兩組正經就會做較早水些，因為三 B 嘅話正經佢會熟到較早啲喂。唔過一條都冇正差，因為正經呢，等下精彩而來嘅吼，根本你都帶慢人帶下嘅腐球嘅來，廿三人吼，馬上就已經出汗了喲。志龍師傅馬上就來俾大家來示範一下，腐球嘅都帶嚟做三 B，較好什麼呢？馬上來看下咯。 講真嘅呢，吼，我做這2年第一擺按唔期待廚師嘅料理誒。哎，我羨慕你還第不就這麼不期待誒。其實我非常期待，因為大白選副酒給學姐的時候，都是吃一些中藥的、燉補的。哎，冇學過用散步都一種呢，哈。哎呀，副酒其實本身呢，佢對人家身體係十分好嘅，佢全身攏係補，所以個內臟是。 冇氣體咧，只有那個篩處理特啲咧。啊，很多處理要腐球的時間就其實唔是用啊，用湯用刀攏唔是，就鹽落去，嗰個米酒，逐逐嘅，佢吃完都會粉嘅，粉咗以後就倒個篩，狀態就做得。他而家佢是啊，你永遠啲嘅粉體咧，你有問他？叫人家講啊。哦，那還粉體咧？哎呀，佢是先炸。 哦，蛋漿鋪住好咧，唔是講粉哦。不是。哦，九二類呢哦。啊，鋪幾油啊，鋪到熟係嗎？啊，炸到佢金黃色，外酥內軟。大家有乜問題就講哦，吼。用媽媽哈。哎呀，三 B 嘅哈，呀，紅甜椒啦，黃甜椒，唔是甜口啦，就切圓形片。到解下幾兩煮嘅配料係差唔多嘛，哈。哎，差唔多。 油温大概要幾度的時候開始炸？哎，好夠掉，因為它熱，它熱都會攤啦。伊那種我認真講，我認真講。因為咧吼，溫度強大，即係它熱只會粘，所以粘強下，所以一定要太火，它熱破。太火。哎呀，別香嘅哈。也嚟介紹人家三 B，到底係哪三 B 啊？嘿，呀，三杯慶祝嘅時間係在宋朝嘅時間。 伊個御廚周本文天祥說的三杯料理，其實係到江西，其實係用1杯酒釀，1杯豆油，1杯豬油。哦，豬油。其實冇麻油，其實係豬油3樣做。哎呀，怪多人，因為人客家人都講是沒有客家族群，所以到後尾客家人沒有三杯料理。哎呀，客家人三杯料理一般來講就係1杯麻油加下邊落去1杯麻油。 1杯豆油，1杯米酒，把甜酒釀改成米酒，所以一開始的三杯應該有一些甜，因為甜酒釀本身就會甜，所以人家後尾人哋三杯還會用一些糖，按你來嘅。我今年係米酒嘛，今年係紹興酒係嘛？豆油，啊？今年係改做紹興酒啊？紹興嘅嗆味，幹嘛嘅？ 我也冇打開啊，問題想問。你下嘢自己擺落啦。我看到超緊張嘅，也天意比咗喺豆油，喺個也係改良，不用油膏，佢冇按下甜。哦，下甜啦哈。係也炒比香來哈。所以豆油會先落去哈。啊炒比香啦。米酒啊。我可以打開來啊。啊啲。唔好變皮膚啊。啊米酒哈。 阿師傅，咁量咧係一杯睇嘛？哎，就一杯就3杯，哎。天哪！哇，有鋪到按醬咧。也都開火來熟哈。第一擺吃到暗香色仔呢。我像嗰下師傅就講到啊，該散步啊，唔會按水啦，哈，就這樣走走嘅。走。啊，咁樣啊，不用去水等佢洗邊哈。好。洗到手臂走了就做得了。哦，佛教服沒有喲。
哎，改下两组全部加好浮雕粉哈。哎，是是的，加了不用要三色胶哈。哎，你看冇强用哦，改下大家先係先炒料，不过师傅嘅嘴妹長得表。因为也全部有水分，你开始都变落去，煮到後尾就要見出水果嘅面嘅，我夾個車土全部會滲出來，而家我熟都差唔多嘅。因為添椒就在上血啦。我熟都差唔多，我等我變一條東西落去，就是從頭到尾都係太火溫度較高。哇！而三杯料理其實係有另外一個講法哈，很多。一片有幾多條？1、2、3、4。我幾多條？1、2、3、4。不用算我。5包。三杯料理其實係有另外一個講法哈，很多千斤啦。做乜很多千斤呢？三杯料理有嘛？一般來講係15分鐘，從頭到尾15分鐘來熟。因為你冇熟到嘅話，佢會冇條；按你熟過條嘅話，佢會腐，嗰個佢會硬硬。所以要15分鐘。做乜很多千斤呢？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一刻剛好15分鐘。你認真？真的呀？還講真的？上多嘞？上多嘞。還講真的，我可能是剛才背的嗎？這個我本來就底，也不用呀。就算拿落去以後，燒先，先後幫我會搶人啲先。嗰都剝頭嘅順烘啊。哇！哦，用唔出來了。好香。一片有幾多條？1、2、3、4。我幾多條不？1、2、3、4。用算我。都好，不用算我。而家就係得佢熟啲走嚟，就做得。所以要用出來從頭到尾就做差唔多15分鐘嚟做，其實熟嘅長度呢會清度好。即係會係要麻油清好，到清好過後再另解刀。因為麻油一開始炒嘅時候，其實麻油嘅香味會冇按錯。到清好過後以後再改一些就會開起來。差不多了。要用擺盤呢？要個擺啊？比當中韓上都會求安呢。你確定阿牛會想人生嗎？會哦。那看到主食啊，用咕嚕咕嚕給我。哎，第一擺主食做料理，太敢按冷靜呢。我印象按激痛哦，我看到。我印象很深嘛。我覺得哈，當個料理啊，較冇買上時間，就會按一個較後堂嘅名誒。譬如講，唔上啊。我愛你。哎，我愛你沒做對哦。我愛你。嘿，你奇怪。你對他講我愛你，不是笑安朵。來，這邊做好嘅春宵千金夫妻位。哦。那就最後飛咯。哇！啊，那個春宵千金夫妻位，給他長安嘅。但係頭前睇到春宵千金，所以同學，哎，有冇個特別料理啊？冇啦，夫妻位點點。夫妻位，咁啊咁講。好啦，等一下我都會分啊，因為你要可以時候大家圈走在選，好嗎？你三幾條？三條，好，走對。好啦，要見到啦。哦。爭四條聽聽，俺冇按用啦，俺用本太好是俺青色咩？主心已經聽說愛食啦。除非你跟我說吃落去會邊講，我就吃。吃落去，聽說愛邊講。邊會邊講？你是說花彩椒的部分嗎？我係幼卵的哦。我是幼卵的啊，你知誰？好。聊。幼卵哦，哈，按多卵。幹什麼？幹啦，按卵。好。開始來食咯！一般是東西心情那麼沉重。哇！董雄啊，董雄。其實烏酒哦，係我最好食嘅料理之一。我喊袂跳死去炸死哦，啲袂都點解嘛個藥燉泥鰍。給頭髮吧。嘿，烏酒美酒哦。有嗎？有。小李姐知道咧，好食嗎？當然是，而且要像你那個是蝦模樣嘅。我想到肉質按你做爽到樣，係咁要學到當多。要學到啊！師傅就係師傅啊，你冇執仔就按你。要同步呢？係啊，係阿啲，還有春宵咩？阿啲。這個口感
真的不是盖的，亚个菜就又甜又细，含个带有一些的这种接近土地的味道。香蕉本身讲到安好些，土地的味道，系烏酒哦。係啊，裡面腐竹味就會都奶度熟啊，故所也有這種接近大自然的味道。掉下去很多嘛的，產地到餐桌吃起來。哦，產地到餐桌，再到嘴巴裡。哦。我先不給慢慢品嘗，聞一下咱啊，有冇有先去到咧？真嘅同鄉。東鄉哈，師傅就師傅哎，很不易大家形容口感很沒有靈魂，最有靈魂的，我先講一下，就你下講到滿。我一直都在講啊，各位，冇聽啊，像今日做料理嘅，就應該是講，烏酒本身嘅料理是凍好些，兩下做散步哦，摸學個很好好些的，讓它完全收治了，cái第一步都該完全用梅頭呢，很厲害呢。多了。師傅。係啦，要熱梅啦。好啦，等下就鋪到凍河啦，鋪到凍擦樣嘢啦，梗係梅頭要再落去。唔過呢，真講真嘅呢，一腐竹味料理做來後，是真嘅係有師傅級嘅當做嘅到。好，剛剛看到嘅呀，嘅這種師傅帶來腐竹味料理講，還有大家係沒有學到呢，馬上就來進行最背面一關嘅挑戰咯。料理有意思。踏出料理嘅背後，都有無同樣嘅故事。啲主題公布過後，2歲愛找定題目來做料理，到底會有乜嘅神奇嘅，也係感情嘅故事呢？大家夾夾坐過來，一家之主上菜了。耶！又到了呀，新的一關，按照料理有意思，上台嘅呀關嘅時間吼，正經大家大部都講出去去講，最踏實嘅故事誒，今日又會來出乜嘅考題問大家咧？請阿彬師傅。今日我係阿爸嘅收爐菜。哇！爸爸嘅收爐菜。所以你阿關地背度牡丹牆外拿出凍好食嘅菜之外，跟菜嘅後背還有凍感同嘅故事。錯。等一下，剛才有一個問題，係講現場就有一個爸爸，佢要做佢自己料理嗎？哦，未做得啦，可能係幾個爸爸。對啦，係幾個講出啲意思啊，有故事咁樣。哦，就做得啦。好，唐看風水你帶來料理係乜嘅？羅劈棍炒肉絲。一條拜媽啥嘅爸爸。阿爸家下刻苦咩？因為阿爸愛食安度太食啊。以前哪有好肉絲？以前就豬油炸，所以說也都覺得我家人食法還好咩？非跟以前的麵頭啊。是的，就是像爸爸。係啊，像實在人生啊，真嘅。阿爸一生要撫養新嘅時候，阿婆又冇平，阿太又冇平嘅吼，對安樣的維持一個家庭，這是阿爸真正當擔當啊。真嘅，幾時節大家生活都辛苦，唔過唔看下唐李宗伯講到，佢就有一些木竹就蓬蓬誒，因為一個料理就有一個感情到了。等一下，我們用淚水來調味，好不好？啊，不是加染的嗎？當然是上魚類的。哦，你看談到好大個哦，凍感同嘅故事呢，吼，你咱最近要做嘅料理嘅菜名係乜嘅？先幫大家講一下。客家肉燕，肉燕係馬莎嘅爸爸做。係啊，爸爸。爸爸傳下來收爐菜。一咬開見到鐵神菜，嗌一拉嘅，因為做嘢用菜嚟食。啊，爸爸媽嘅師姐會做呢一套菜啊？因為講頭擺客家人因為生強，到過年家自家有田，會種當到芥菜啊，芥菜啊就會拿來滷鹹菜，滷嘅生嘅，我拿洗澡，洗變鹹菜乾啦。學菜，那做得做當道嘅料理。唐講爸爸吼非常食嘢嘅拌用啊，未當食嘢嘅聲啊，因為故事做咗老太家講嘛。以前人苦，我爸爸一生人吼，用白嚟生人當辛苦，又仔老老嘅咩，頭擺人冇買肉好食，個自家會學煮嘅，煮嘅太也賣錢，個本來就煮菜個溫到煮肉，轉來就會做肉鹽，本來就食。用糖起來吼，你家節目做得多兩片就好，唔是比賽啦，比賽傷感情。對吧？中國呢料理最主要嘅除了是加嘅味道以外，含加最主要嘅就係加地度嘅情感。故所，我相信啊，大家可能想到爸爸收爐菜呢，會想到青島嘅畢業，快樂也好，辛苦嘅也好，不管用，等下老亞做對爸爸嘅思念，好好做啲出爸爸嘅收爐菜，問大家來品嘗一下。同時呢，你過一擺來感受一下爸爸
嘅時間陪你嘅小團，好冇？好，大家加油咯！好好用心，老爸爸嘅面頭呈現出來，還有冇大家一下有信心冇呢？有好，大家加油咯！比賽馬上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！走。哎，倆關出嚟吼，正經係要幫大家用木質來調味，因為大家都想到爸爸嘅時間，哎呦，特別一下拄好一擺參水站。顏色咩較油誒，個爸爸不一定鹹菜。啊，民主姐，你自家上到倆頭菜，我上到馬來菜。我爸爸嘅素路菜佢只會整嘅，佢咩仲會炒菜。沒有。你係辣椒啊，聽出來本最辣的辣妹咯，是款。我一直不是走辣路線。不是走辣妹哦。佢咩仲會炒菜？沒有，唔係啊，對，一看人家風吹。好，來，頭擺細細個，你幾多歲就要開始一天數？16歲仲係做去打工嘅，啱冇頭做做家健鋪安尼，爸爸講冇讀書做唔得，但見冇讀到書啊。佢準備嘅蓬蓬誒，辣椒誒，辣椒誒，辣椒哦，辣椒誒一定這個不是這個中誒嗎？這個中誒，試看看啊，試看看。凍辣吧？你係辣椒啊，聽出來本最辣的辣妹咯，是款。我一直不是走辣路線，不是走辣妹哦。好了，那這個是可以吃的嗎？可以吃啊，吃的，哎呀，你吃的。對呀。等一下放定嘅肉絲來食。也唔會辣吧？我有。見色見辣啊！好啦，唔咩啦，不開始準嘅。係啊，我講唔記得你啊。個爸爸煮家要用嘅，我一片落你嘅水下哦。一老劈滾啊！我沾過煎過，所以講係見咩底要煎過來嘅啦。這你懂唔知要做乜嘅？唔係，一定肯定係唔如果未買好啊。兩應該你先講。阿香港見用冇講法誒。哦。牛然開始做咯，咩我俾滲透落去哈，一鹹菜乾，對，一米啦，我一撈哈，一甩撈啊哈，對，佢有嚼勁啊哈，乾肉也看唔會濕濕啊樣。阿英生姐，個地杯都要幹嘛？除了高肉之外，一地杯哈有梅乾菜，我睇用嚟佢炒過一下，我睇下，個哈攞起嚟片米粉啊蛋白，嗰些胡椒粉、香油、酒。韓國嘅鹹菜乾是爸爸的秘密武器啦，哈。對，台灣人冇乜好食咩，乜個料理就會做啊。老家呢哈，他個水哈，之後人要做定型，啊裝嘅哈，你就裝嘅粒粒嘅落去整。爸爸跳擺係做埋跳路啊？我爸爸哈都學教行佢嘅福利社，嗰做工友嘅，我爸爸兼當到死嘅。你媽媽是不是就是福利社小姐？不是，我媽媽都係賣餅啊。下課家吼，睇家主我冇看賣餅啦，喺度做到福利社賣鹽筆啦，賣布嘅啦。你真好誒！一下子就好了，可以了哈。來好養牙了，不用落去整呢。也下做法吧，老爸爸特別做誒，媽冇用用冇。特別就讓你做。也讓你搭哈，時間的關係，我們就不能做安排啲哈。太細粒對，講魔術。你知道爸爸算係嚴父還是慈父？我覺得當我看哈，我爸爸算係慈父，因為我媽媽哈可能要突然多生意呢，要種菜啊的嗬，要學技藝，所以我媽媽冇咁有耐心對我哋。咁面肉子咧，喺講基本上揾你來講嘅話，你爸爸要出菜，你會先買嘅菜色？繼父啦，因為我爸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。所以我印象中是沒有爸爸手入菜，可是我繼父有，他是外省人，他的包子肉包哈，我還有一個很特殊的一個控肉，他控肉是要沾那個蜂蜜，然後他會用這樣炸它，然後先油炸過再去滷，爸爸係外省人，很外省人，咁要傳下嚟冇？要傳到假米頭冇？細細個順風看，因為個炸家會鹹，所以鹹，對，控肉法就會回味媽媽米頭啦，對，所以行白機做啲都參加媽媽嘅素路菜，做啲嗬，要記啲吧。好，有特別嘅技術無限啊！你看人嘅特別係咪開始做嘅？好，來。好，
家肉絲先炒過咧嗬。肉身都夾落去啊。所以粉可以炒哦。哦，看來當好食咧。佢大槍跟肉絲都仲沾到誒。以前那個ăn好生肉絲。係咪做唔得調到啊？要不調鹹？有經過水嘅吧？一唔好調鹹啊，因啊唔變頭油也得嘅啊。真叫全部變到頭。我調到。調到嘅啦。係想按當然是咩？我呢肉絲唔啦。唔會。當太棒啊！應該嘅，應該係。係大辛苦。你係做呢種啊？呢種亮英雪啊？哎呦，我這鹹仔咩不用付咯。我係乜嘅調味嘛？都變到係糖。黑個嘢黑啊！冇調叫飲下嘅葱嘅味嘅哦。我按照都好哋冇人到嚟。係冇人到。我知道。吃米頭哦。胡椒粉來嘛？乜啊？胡椒粉啊？胡椒粉我飲到嘅冇人到。冇見種啦。係唔可以見種啦，可能日按當然你見冇見光係。唉。啊，平常時豆腐卡煮錯見公杯嘛？如果老闆用大嘴骨啊？係啊，我搬用。煮菜怎麼話到我杯啦？很甜食就好。哎，邊度都哎呦，就好嘞哦。好嘅啦，夾做好事嘞。夾哦，剛好好嘞。啲味道用會要醬啊？哦，梗係調嘅。調埋嘅撈睇個講嘅。調就是米酒，調油佢是糖。爸爸咩啊？應該係應該改良過嘅。爸爸就安尼做。聽講你下吼，你下套菜唔單止魚當味，你下把你奶都未當味。哦，對，我奶吼，從細可能我做美食，同後細養我奶求年結婚咧，佢特別到台北要做一道菜來食。哇，那就真嘅係。爸爸傳下來的米頭啊！對，因為細嘢用出嚟就會想到爸爸。好啊，那你就寫了倒數咯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吃看啊！鴨頭菜，爸爸嘅薯滷菜。兩個總上呢係獻本太子家嘅爸爸誒，等到100。好，大家嘅爸爸媽媽呢都有一個傳家嘅料理，今日呢馮翠陽南翠就來獻出爸爸嘅好米絲，馬上先來吃看哪裡馮翠嘅。哦，開始了是。都說也係食一個肥嘢的啦，嗬。哦，你睇肉凍法料嘅。唔會老哦。你下食一個唔中的蛋槍上米頭，我想看條白人他炒啊炒嘅，越炒越乾，因為你嚟當苦咩，我炒當久啊呢，嗬，你知道咧？就像細食爸爸米頭嘛。有啦。阿小弟你知道咧？很不錯啊。咱水渠道咧，阿仔你渠道幾條做嘅？好食嗎？好食，當香，落去個當香，肉也當大嫩，係啦，有嫩。啊，麵肉姐咧？真好食啊！我想當下細細帶片濃就也用出來動作出現。只食下南水。肉然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嘟好一3、2、1。哦。哎呦，一個鹹脆乾凍啦哦，當香。哦，難怪你會考到那個廚師證照。係兩種證照都有。沒有正經在業府內都有。在業府內真有啊。對。很下飯哈。對，要正經當茶班。跟人家就做樣用班。知道人肉做嘅唔會嚟食啊。唔會食。佢不用蛋清。哦。蛋清當然滑潤跟肉，但不食整意啦。乖。啊，麵肉姐咧？對啊，好食啦。好食哦。對啊，他把他的秘方都講出來啦，講出來。唔怕，唔驚已經學啦。係呀。真經好食。好了，緊張嘅時間，我到了兩組都稱讚到不管用嘅爸爸米頭，就係大家心肝都最讚的米頭。不過呢，就料理嘅部分，師傅還係有一些指頭誒。先來看阿斌師傅搶本分數。哇！咱水炸果第1分。炸果咯，看下阿亮哥咯，搶本負數。耶！點頭過來咧？阿邊個？你想講，因為講阿爸嘅收入出來嘛，感覺係是誒最單純嘅嗰種嘅梅頭嘅感覺，所以
係咪半啲一片正差半，所以講啲頭係改變個動作嘅新嘅方式，講啲唔要加刺青菜，可能跳擺唔會加啲刺青菜梅朵，香菜嘅梅頭樣嘢啊。呢樣子正差同我講，第一頭是要多一啲好創意創新嘅梅，第二頭是整個好爸爸嘅嗰種梅頭啦。其實兩片成東河雪係。阿亮哥，一兩樣阿爸輸入出來哦，10分的到底啊！也本來相當愛去甲爸爸，所以呢，正經當然評分，只想睇個評數，因為也食材樣菜攏做了10分好。你先講一片哦，一片蘿蔔乾，曬到當條，所以你要炒甲冇撞到當鹹。我多人肉時呢，你要表示舌頭，一片鹹一片甜，順的，肉唔會硬，所以要當多食。一片呢10分有，人家爸爸媽媽阿婆。阿公嘅老人家嘅面試，所以其實一分數唔係代表嘛，只係因為講一兩樣菜攏講好。所以係為到會偏數，所以本熱款難用嘅哦。不過等下簽名係熱款嘅嗬。你冇熱款，我請講會叫佢出嚟。哦，好啦，咁今日呢，看起來呀，爸爸嘅輸入菜，兩副卡呢都拿出爸爸嘅料理嘅精髓出來，本睇起來平常到嘅。鼓手，今日比賽成績出來了，兩組都係得到2分評數。恭喜！馬上來頒獎誒，來喲！恭喜，風吹得到1500元嘅加菜金。恭喜！咱最今日咪係強榮得到2500嘅加菜金，恭喜！哦，先來談一下，和李長老大家來分享一下，禮拜參加心得係嘛個總算比賽唔是緊張誒。禮拜後按當年忙事上參加呢節目哈，會緊張，但是我今日做嘅菜，問題家鹹唔鹹，我只是我一歡喜嘅。哎呀，煮東西哦，還蠻難，你那是辣，那是鹹，是甜，它啥米水都冇同樣啊。所以說，今日有按呢，對本來嘅機會啲嘅表現，應該70歲也好多很快樂啦。好，謝謝大家，下按子生也都本來都機會，按子生謝謝。按子生，睇你爸跟我比賽哦。阿伯，哎呀，你一都冇企到我面前，就冇緊張啦。企得有快樂就會。好來，請小麗姐老太太分享一下禮拜參加嘅心得。也是真嘅參加哦，感覺到當好，有按你機會來，孩子我上我再個來哦。真嘅哦，可以啊。小麗姐先講我來，鼓手你一定要來啊。我不講前官無來。好，我們這裡是婦唱婦隨。係啊，恭喜！大家都好好上門一下英珍姐，因為禮拜係第2擺來了嘛。到第1擺就買正差冇心情淡薄。雖然今日係第2擺了，還係當緊張。因為本做菜後本人肯定10分緊張。真嘅，考證照嘅時間咪順條咪係6老師。佢線上就行上行下，人就做完。老師不會像我這麼吵，對不對？對。很少人像你那麼吵。恭喜！大家都問一下面肉啲哦，今日動手談啲講話啦嗬。籌備腦不卡你講啊，上天師了，別講，就很訝異啦。所以也是一種體驗啦，來參加是蠻快樂的。嘿，咁係咪就答應你講，係咪假使你參加講埋個媽媽嘅輸入菜，對不對？先準備一下哦，好冇？去參加啊，可以騰幾強下來啊。哦，你哋喺本係幾邊啊？我個帶幾來。冇問題，恭喜！好啦，當然呢，也嘅屋卡嘅料理，我都來到腦杯煮嘅種感覺，一聽就會緊張誒。唔過呢，咩當時有樣機會做料理本按到本來唔熟悉嘅朋友共下來品嘗，但係呢，料理就按樣越分享就會越好食，咁就會越煮越沾到。故所睇起家我夾夾來報名，唔是強生。係啊，無論係你係第1擺，也係第2擺，你係有參加過嘅，夾夾好招請你所有嘅好朋友，大家共下來煮菜哦。依家自助，等睇起家夾夾來報名，分享兩部卡嘅好料理。依家自助，我哋下1擺再見咯，拜拜。